北投市嘉诚社区居民为了要迎接5日节，发挥因的创意，以白蛇团为主题，用竹米做成2尾，长度拢超过5公尺长的白蛇甲青蛇，也就是白蛇甲青蛇。白蛇原味，是这个青蛇呢是抹茶口味。这个居民佫采用一寡呢树尾、树叶甲做装扮，好这2尾蛇袂输，敢若伫咧树仔顶共款，真特别。因将摆几啊块长刀啊，大家做伙咧订竹米，订出2尾蛇，一尾是原味的白蛇，另外一尾是抹茶口味的青蛇，要来迎接肉粽节。龙眼干，好，把它撒在这边。可能眼光变成是蛇的目睭甲鼻影，这2尾蛇的长度超过5公尺，为着要蛇看起来更较像真的，这民众是用红纸甲加做蛇的喙齿，而且用树枝甲树叶来装饰。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会看那个《白蛇传》，所以呢，我们创造了青蛇跟白蛇的一个故事。这是苗栗市的嘉诚社区居民的创意，因讲5日节大家拢咧包肉粽，规起来一点也无共款的，所以就用白蛇团做主题，结合美食做成竹米蛇。嘉盛的一个特色，第一次有这种的感觉。竹米蛇创意十足，制作完成了后，就放伫苗林记号，居民做完成这个过程，嘛增加袂少，凝聚社区的向心力。